今年係九子離火年，火氣特別旺。近排香港多咗唔少火警事故，唔單止住宅起火，就連汽車着火事件都頻頻上新聞。凌晨2點15分，屯門青磚圍爆出巨響，附近居民被驚醒。住喺青磚圍附近嘅陳小姐同我哋表示，大概凌晨2點15分，突然間我喺屋企聽到巨響，跟住即刻走上天台睇下發生咩事。跟住發現對面嘅停車場有架車着火，跟住其後呢已經聽到好多居民報警㗎喇，跟住發生好多巨響啦。咁由於我架車呢就泊喺附近啦，睇下冇禍及遭殃啊。咁呢好彩呢佢就距離我架車遠啦，跟住呢係不停喺度爆炸。咁呢喺佢附近嘅車嗰啲居民都即刻駛走晒啦。跟住大概5分鐘之後呢，消防員就到咗啦。跟住消防員就即刻咧灑水灌救啦，跟住架車個車主我就唔知佢係咪喺度啦，但係咧就係因為咁，全村嘅人俾佢嘈醒晒。消防員大約5分鐘就已經趕到現場，即刻開喉射水撲救。火勢撲滅後，涉事7人車已燒至不似人形，車頭嚴重焚毀，變成爛銅鐵色，整架7人車燒到溶溶爛爛，旁邊嘅黑色福士貨 van 亦被波及，燒到變白，損毀嚴重。雖然冇人受傷，但事件再次提醒大家，九子離火年火勢旺，不論屋企抑或汽車，都要留意電路安全，提防意外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鍾意條片記得 CLS，下條片再見。